来中秋节要到咯，馆长陈之汉再度来推出着月饼，也毋过有网友讲，收到这个礼盒，月饼拢也未拆开咧，都已经看到生毛生菇。啊，馆长的助理嘛，确认讲，确实有收到民众的反映，讲月饼生菇，啊，详细状况也咧厘清。讲若是食到生菇的月饼，恐惊会引发到食物中毒，会胃、会吐，甚至会发烧。所以讲，这个月饼、肉饼上好是放伫冰箱保存，较透冻。那是月饼发出来的光啊，师傅。好，来人啊，喂师傅吃饼。馆长陈志汉搁出中秋月饼，也过有乡亲未曾食到，连包装都无拆，就看到生菇的月饼。包装拢好好，正平质地有淡薄无共款，已经生菇啊，落落去肚，拢好只歹紧吞平去啊。明明以后期限是到10月25，未过期，啊，太安尼？有网友写讲，伊收到馆长的中秋月饼包装拢无拆，就发现有生菇啊，竟然讲敲电话去问，才知讲这毋是头一件。就担心会诱发食物中毒，症状包括恶心、呕吐、肚子痛、腹泻都会，严重还会发烧，可能就要厘清这是不是有保存不当。一个甲馆长的助理问，伊正是讲有这件代志，详细情形要你了解。中秋要到啊，送礼免不了，啊月饼要安怎保存？专家有撇步。那现在最夯的就是月饼类的哈，月饼类它因为其实不是当天做，我几乎买回来以后哈，我就是马上就会放冰箱冷藏。糕饼用密封袋啊，上要紧的就是要将这空气甲挤出来，再搁放入冰箱冷藏还是冷冻。要食偌济就摕到这，避免讲因为天气较湿热，或者物件歹去。冷藏大概10到15天是 OK 的。假如说我不想丢掉的话，其实我在1个礼拜之内，我就把保鲜膜包2层，然后再把它放到密封袋放冷冻，那这样它就可以保存比较久，大概2个多月。月饼内底大部分拢会放一寡酸素的减脂剂，正常的是粉色的，若去挖入空气就会变色，这先都要注意啊！爱细致，唔通去食到变质的物件。你若食咧腹肚底进前，都要先看一下。是讲馆长的月饼一盒上无卖几千块，互消费者发现讲已经生菇啊，无我讲会引起这个网友的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